繼續來看台北線中環公路梨山的路段，昨下晡落雷公雨，閣來落冰角，有一台轎車可能是視線無好，弄着護欄。一個大人3個囡仔掉佇個車頂，其中9歲小女童甲11歲小男童是骨折，那媽媽是腳頭有受傷。消防人員透大雨破壞這個車體，將因救出來送病院，加載攏無生命危險。昨下晡，中環梨山路段開始上大雨，南參着邊角，卡佇窗仔門頂懸，比比白白。下冰雹，亂搞好不好？太離譜了吧！哇，太危險了。車輛速度攏放緩慢，看邊角是愈上愈大，駕駛攏感覺真危險。蠻恐怖的，因為你不確定那個冰雹會不會變大顆，會像去年一樣。去年也有下冰雹，去年大家都躲在涵洞裡面，今年沒那麼多。駕駛佇社官兵台頂懸鋪文章，提醒其他人對梨山落山的路段開始咧路邊角，都愛注意安全。結果佇台北線100K 路段，有一台白色轎車家己去弄着護欄，救護警員趕到現場，看到轎車的車頭弄甲密密麻麻青白煙，車頂一個大人3個囡仔，其中女駕駛掉佇駕駛座，原來因是要去福壽山的農場佚佗。目前現場下大雷雨跟冰雹啊，患者卡在車內啊，搜救人員準備進行破壞，將其拖順。女駕駛腳頭有着傷，後座2個囡仔9歲的女童加11歲男童，其實是骨折，另外1個囡仔無着傷。未求救護警員成功將人攏總救出來。駕駛自撞扭持繫護欄，受困於駕駛座，救援人員立即以油壓撐開破壞器破壞車體，幫助患者脫困。加載受傷的人意識攏真清楚，救護車先將因送去到梨山的衛生所，再個轉往病院進一步治療。抓人歸到了後，熱對流旺盛，較到落雷公雨，有可能會落冰角。警方提醒民眾，上山當着天氣突發的狀況，車速一定要放緩慢，避免危險。